中正大学传播系有一群学生组一个影像工作室，伊带伫个机构内面的家友做主题，有翕一部叫做《无法无解》的纪录片，希望要互众人来了解这家友所遇到的问题甲困境。你家人今天回来？我好想我自己有一直都拿不心。影片的主角讲出家己思念厝内亲人的心情，因是住伫机构内底的家友。 国立中正大学传播系的学生，用机构内底的家友做主角，透过镜头来记录发生在因身上的故事，甲遇到的问题。我们开始甲因可能开讲熟悉，豆豆发现讲，其实无家者因有身躯顶悬嘛有真侪真特别的故事，不过可能咱大家拢无遐尔了解，常常限于刻板印象。导演表示，过去一寡以家友做主题的纪录片。 较侪拢是用伫街仔路流浪的角度来看，这出无法无解的纪录片，就是要互人了解讲家友因拄到的问题，毋是干那送入去机构内底有所在大就无问题啊。会当知影讲哦，因住伫内面的环境安那，因的心态是安那想的，其实因拢想要有一个家，但这个家可能和咱想的无共。反思讲，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，然后。 也会去想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。我们想要去互大家去思考讲，按伫因一寡无家者即卖的处境来讲，安尼敢是一个合理的做法。拍片团队为一开始找影片的受访者，到拍这出纪录片出来，用当外的时间，嘛因为这个题材人捌无家者遇到的问题，导演表示，这出纪录片会继续拍落去，希望互无家者或者是家友的困境甲权益，会当受到更较侪人的重视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